今日睇到河景精裝修4房，南北通雙陽台嘅，15分鐘可以去到拱北關口，單價咧只需要萬零蚊，而且俾幾萬蚊首期之後咧，直接月供都係3、4千蚊啫。嗱，我哋朝北咧可以望到河景，視野毫無遮擋嘅；朝南咧就望翻小區嘅園林，大概有80米嘅一個視線距離嘅。重點嘅就係我哋全新嘅裝修標準，亦都有港澳直通車，隨時往返香港。而家去睇下示範單位。嚟到120平方嘅4房3衛嘅設計，首先入戶咧做咗個開放式嘅廚房，以及係客廳相連嘅，成個空間咧都係相當舒適嘅。過翻嚟係南北通雙陽台，而家係生活陽台，同樣係做咗封閉式嘅設計 ，L 字形嘅大玻璃窗，望到出邊嘅河景同埋無遮擋嘅視野。過翻嚟係4米開間嘅大客廳啦。同樣我哋客廳做咗通鋪，所以贈送咗5個平方。呢度望到小區園林，成個樓盤都已經落成咗啦。今年年底大概仲有6到7個月就可以正式收樓啦。而家入去睇下休息嘅位置，過翻嚟咧係公共嘅洗手間。唔知咁樣嘅裝修風格以及係咁樣嘅空間，你滿唔滿意呢？再過嚟呢，就係我哋右手邊嘅書房，4個房當中必須要留個書房俾我哋嘅男主人喺度思考或者係做其他嘅一個閱讀啦。過翻嚟呢，就係我哋有哥哥、妹妹或者雙胞胎、龍鳳胎，咁就恭喜你啦！咁樣嘅休息空間，佢哋喺度活動啊，一定好開心啊！齊齊做作業，齊齊喺度畫畫。過翻嚟呢，就係主人大套房啦。首先有套房嘅獨立洗手間，而且仲可以擺得落大浴缸。嗱，每一寸嘅裝修風格咧，都係盡顯時尚嘅。左手邊咧係贈送咗5個平方嘅大衣帽間，呢度嘅光線同埋視野咧，一定係冇得頂嘅。過翻嚟休息嘅區域，大概都有12個平方 ，L 字形嘅大玻璃窗，成個戶型方方正正。最重要嘅賣點，南北通雙陽台，而且我哋只係4樓，冇任何嘅遮擋物，視野同埋光線都係相當靚嘅。呢套咁靚嘅120平方4房，你有冇興趣呢？15分鐘到拱北關口，有興趣朋友評論區留言。拜拜。